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画面。拼2020年总统大选，总统蔡文嘛已经拼到民进党党内初选，说来伊会找什么人做副手，大家拢真关心。有人认为通市市长郑文灿赢面真大，势面嘛袂歹。郑文灿即摆人伫咧美国华府访问，出面回应，伊讲即件代志无发生，伊讲伊也是一个真好的这个选战支持者。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讲法。这个事情没有发生。如未来，我想我担任市长，跟市民之间有一个无形的契约。那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，也是希望把市长的工作做好，所以我没有想其他的可能性。那所以我想，蔡总统会做很有智慧的安排，那我会充分的支持他。那我想，总统选择副手，应该会考虑到，包括胜选，包括彼此的搭配，也包括未来在这个角色的互补等等。那我觉得，我会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战的职责的角色。您跟市民的契约是做好或做满？当然，每一个政治人物跟他的选民的契约都是做满的。